气象署预测风台会加向台湾海峡对南部影响上大，这高雄的市啊，一透早就真侪人来抢买菜。啊，若为小琉球登来东港的船，逐帮都客满。再去小琉球的民生物资嘛，赶紧开船，避免受到风台影响。菜市仔买菜的人是 AA 定定，工作人员是无用试。做营下落市场便拿到礼拜四啊，买菜民众就比平常日多。大大透早，受到风台消息的影响，菜价也未出现波动，卖少单是排甲热长。平常就是这个时候来采买，但是今天真的比较多人啊，之前不用排那么长的队伍。人哋也出现伫东流线小琉球的码头，民众排队等要坐船登去东港。早帮的船帮拢是客满，原本想要伫海边渡过休假游客，看船帮也未停驶进前，赶紧结束行程。民宿的那个老板他讲说，如果台风一来的话，会停电，那停电的话，就这些都会整个打乱掉。他等下晚点人多，风量更大。本来3天2夜改2天。虽然也受人照常前往小琉球，多数所需要的民生物资也赶紧疏运，但是海上已经出现4级到6级的风影，有大约1公尺悬。交通船在驶时，船身是明显海来海去。船公司表示，若观测出现危险的因素，下晡也可能调整航班。民宿端退订大概都有超过了5、6成以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船票预定的，其实看起来人潮是比真正在暑假的第1周来讲，还相比较少了有1/3。阿里山林铁7月初5到初8全线是预警性的停驶。阿里山新立游乐区礼拜日是规工预警性的休困。高雄市甲管区内25个蓄水池排空，测试抽水机、发电机甲水门的运作敢有正常。市府也提醒农民渔民要做好防风台的准备。高雄新闻采访报道。